大家好，歡迎再次收睇武藝測量師呢個頻道。今日就講下北少林嘅弓步同埋洪拳嘅子午馬點樣幫到地盤嘅安全。北少林嘅弓步係咁樣，抵禦前面而嚟嘅力量。洪拳嘅子午馬亦都係同樣抵禦前面而嚟嘅力量。喺呢個角度睇，分別唔會太大。我哋換另一個角度，北少林嘅弓步前後腳成一直線，咁樣可以 focus on 抵禦前面而嚟嘅力量。洪拳嘅子午馬同膊頭咁闊，可以防止身體左右搖晃。唔知大家鍾意邊一樣呢？多謝收睇。